哥林多後書第7章。好的，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深入探討。我們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後書第7章。像往常一樣，我對此感到非常興奮，想要深入了解其中的內容。哥林多後書是聖經中比較棘手的一本書，但我認為只要我們肯深入挖掘，它會非常有價值。好的，是的，這裏有很多來來回回的內容，很多衝突和指責。對，就像我們正走進一場正在上演的劇情中一樣。對，就像是第3季的劇情，我們得補前面的劇情，我們需要補上所有的八卦。對啊，前一季到底發生了什麼？沒錯，不過這一章，第7章，似乎在暗示事情正在變好，有一種走向痊癒與和解的轉變。沒錯，這章真的是關於如何前進，如何重新開始。在經歷了一段衝突和緊張之後，是啊，我想這是每個人都能共鳴的，不管是在家庭裏、朋友之間，還是工作上，我們都經歷過那些關係上的難關。你會有爭執、有誤解，然後你需要找方法重新建立關係。這正是保羅在這封信中所做的事情。沒錯，一開始，在第1節裏，他就勸勉哥林多人要潔淨自己，除去一切會玷污身體與靈魂的事物。這是一句很有力的開場白。真的，他就像是在說，好啦，大家，我們來重新開始吧。但我們要記得，在那個時代，潔淨的觀念跟靈性上的純潔是緊密相連的，不只是洗個澡這麼簡單。對，並不只是身體上的衛生問題，而是要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，一種與神旨意一致的生活。對，這樣我想到早期基督徒的一些做法，比如在禱告前會進行儀式性的沐浴等等。哦對，沒錯，所以這不僅是外在的清潔，而是一種靈裡的準備。沒錯，這是一種對上帝的敬畏表現，也是承認我們的身體是聖靈的殿。所以保羅是在呼籲一種內在的改變，而這種改變會反映在外在的行動上，對吧？是的，而這種潔淨的過程是和解的先決條件。如果你沒有處理那些造成裂痕的問題，就不可能真正往前走。對，就像你得先把空氣清理乾淨，才能開始重建。他談到自己有多麼欣慰，多麼喜樂，因為他和哥林多人之間的關係似乎有所改善。你幾乎可以感受到他在那些經文中傾瀉出的情感。他真的是非常開心能與他們重修舊好，就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從他心頭拿掉了。沒錯，這也顯示出他有多麼關心這個信仰群體。他把心血都投注在這間教會的建立和這些信徒的生命裏。對，這對他來說不是什麼理論性的神學辯論，而是切身的。這些人是他的家人，而他也感到受傷。在那些提到他處處受壓、內心恐懼的經文中，你可以看到他也在掙扎。是的，這真的很有力量，因為這顯示出他也是人。他並不是什麼無堅不摧的超人，也會經歷痛苦和焦慮。這反而讓他的信息更具說服力，因為他就像在說，我明白，我也在掙扎，我們都是一樣。沒錯，而且你知道我覺得最有趣的是，當提多帶來哥林多人正面回應他那封信的消息時，他的情緒一下子就轉變了。對，簡直是情緒急轉直下。真的，上一分鐘他還情緒低落，下一分鐘就因喜若狂。這也告訴我們，信仰不是要壓抑我們的情感，而是要學會健康地去面對他們。沒錯，對，是要誠實面對自己和上帝，面對我們的情緒，並且相信上帝能在其中作工。這就帶我們來到這一章最有名的一段，保羅談到依着神的憂愁和世俗的憂愁。哦對，是第9和第10節吧。對，這段我一直覺得有點難懂，因為悲傷不都是神計劃的一部分嗎？這個問題很好，我認為保羅在這裏要強調的是，有一種憂愁會導致悔改和正向的改變，而另一種憂愁則會讓人陷在罪惡感和絕望的循環中。沒錯，不是光感到難過，而是要有所行動，要承認錯誤，然後採取行動去改變，就像把悲傷轉化為成長的動力。對，這非常重要，因為很多人會陷在那種世俗的憂愁中，就是沉溺於罪疚感，卻沒有實際去改變。
是啊，就像被自己的錯誤麻痹了，沒錯。但保羅在說，不，上帝希望我們往前走，他希望我們從錯誤中學習並成長。還有，這段經文很有趣的一點是保羅如何描述哥林多人對他前封信的反應。對，他用了一些非常生動的詞語，像是殷勤、自辯、惱恨、懼怕、想念等等，就像他在描繪他們的情緒狀態，而且是一幅很複雜的畫面，對吧？哦對，非常複雜。一方面是渴望與保羅和解的殷勤和想念，另一方面則是惱恨和自辯的情緒。對，我覺得這非常符合人性，因為即使我們知道自己做錯了，要放下自尊並承認錯誤是很難的，特別是當有人指出我們的錯時。對，我們會想要辯解，想要為自己的行為找理由。我想這正是哥林多人在經歷的，他們在為自己的罪感到掙扎，有防衛心理，但同時他們也想和保羅和好。這就是這段經文的力量所在，它讓我們看到和解是混亂的，它不是一條不直的道路，它是一個過程，是一段旅程。對，而且常常會伴隨着很多複雜的情緒，但這一切是值得的，絕對值得，因為在那混亂的背後是寬恕、醫治以及關係的重建。我喜歡的是，儘管有這些情緒上的糾結，保羅在這一章的結尾仍表達了他對哥林多人的完全信任。他在說，我知道我們經歷了很多，但我相信你們，這真的很鼓舞人心。是的，也再次呼應了和解的主題。這顯示出即使經歷過衝突和傷害，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心還是恢復了。他看見他們成長的潛力，也相信他們可以一起向前邁進。而這就是寬恕的力量，不是嗎？能夠放下過去，迎接新的未來。所以我們深入討論了屬靈潔淨的觀念，探討了和解的情緒起伏，也深入理解了依着神的憂愁的細微之處。你覺得這一切最重要的啟示是什麼？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是這整段交流的真誠。保羅願意脆弱，願意分享他的掙扎與情感，真的很令人敬佩。對，這樣整封信變得更加真實，貼近人心。就像他在說，我不完美，我會犯錯，我也會受傷。是啊，但上帝仍在我裏面動工，也透過我動工。我想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聽到的信息。完全同意，而這也讓我思考，我們怎麼把這些寬恕與和解的原則應用在日常生活裏，而不只是戲劇性的時刻。對，我們要怎麼從惱恨與自辯的狀態轉向渴望與積極尋求和好的心態，就算只是在日常的互動中，這確實值得深思。所以跟平常一樣，感謝你參加我們這次的深入探討，希望你和我一樣感到收穫滿滿。我有啊，希望你們下次也能再次加入我們，一起深入經文的世界。在那之前，繼續挖掘，繼續探索，繼續追尋真理。